讲台语当着时，这几年台语文化当咧复兴，意识也开始加悬，也开始出现侪侪台语创作。唔那官方连民间也拢开始出现真侪教学资源，也希望讲对台语有心的人，咱做伙来拍拼，戏爱大平，正人看。你感觉你这个月内底，你对你的生活是满意无？本业是心理师的高学家，伫做工课时会接触到年岁大的患者，发觉语言的沟通真重要，所以开始学习找讲台语的机会。但是等去厝内，阿嬷却感觉伊讲话有一个腔，落声、入声，迄讲起来怪怪。啊，有当时啊，系甲华语嘿南做伙安尼。国民政府自1950年来台湾了后，实施限制语言的政策，让台湾各族群的母语严重受影响。有的人因为顶一辈防限制语言，嘛影响到囝儿时细使用语言的习惯。我以前真爱看歌戏，啊，所以细汉的时阵拢是讲台语啊，看歌戏。啊，也毋过落尾要去上国小的时阵，爸爸妈妈就禁止我讲台语，因为伊感觉讲，若是讲台语会影响到讲华语安尼。即马少年的人讲的台湾话，甲阿公阿嬷甚至搁较侪系长辈无共，除了自然的语言的一代一代的变化以外，阁有一个足大影响，就是华语。即部分就较歹讲是自然的改变安尼。现主时本土语言开始受到重视，若是要写台语，愈来愈侪人会开始使用台文或者是台罗，伫共伴之间嘛产生好的效果。是我看我有时我面册的朋友，伊写这物件看起来敢台语，但是我看无，所以我才想要去学。柯君豪用1个月时间整理分类伫网络查到的教学网站，和有需要民众买当有效率学习。大家网站拢会去看，看我对于我一个初学者来讲，要学台文，不管是汉字还是罗马字，都是一个网站较实用，对初学者较 user friendly 安尼。这就是我伫我的 blog 顶悬整理的台语的学习资源，看病咧用的台语，还是歌册、歌谣甲念歌，对咱台湾的台语文化真重要的物件。台语名的抄册拢会使伫遮找到。大家有即个意志，有想要学，这是足重要的。过来当然，即个科技的发展会互大家加足方便的。现在学习台语的方式多元，有来自无共专业背景的民众做伙为台语拍拼，学习的气氛愈来愈热，对语言的推广甲保存嘛拢有真大的帮助。记者杨淑静、林坤斌、张玉水台北报道。